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6月20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来关心国际上的大代志，这是以色列和伊朗19继续互相轰炸，双方即马冲突是继续扩大。伊朗去炸以色列的大病院，也让以色列是去攻击伊朗的核子设施。国际社会即马是拢较关心讲，安尼美国敢要拍惨落去攻击伊朗？美国总统川普是表示，会先和伊朗谈判，伊会伫2礼拜来决定。 伊朗甲以色列互相轰炸已经1礼拜啊！在这段期间，美国用核子议题对伊朗2个定的手段拢来，对以色列军火转移、防御部署加情报分享。国际社会伫咧注意美国是毋是会攻击伊朗。I have a message directly from the president, and I quote: "Based on the fact that there's a substantial chance of negotiations that may or may not take place with Iran in the near future, I will make my decision whether or not to go." Within the next 2 weeks. Iran has all that it needs to achieve a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need is a decision from the supreme leader to do that. And it would take a couple of weeks to complete the production of that weapon, which would of course pose an existential threat, not just to Israel, bu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to the entire world. 伊朗伫19向以色列发射几号爆炸飞弹甲无人机，目标包括南部一座主要兵器苏罗卡医学中心加特拉维夫附近的主题区，造成240人受伤。以色列强势反击，大规模空袭包括阿拉克的淡水反应炉加其他的核子抑个军事设施。国际原子能总署证实，这个反应炉无运作，而且无放射性外漏的风险。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讲，甲美国一直有联络，并且俄罗川普。President Trump, with whom I speak to almost every day, is incredible. I think his resolve, his determination, and his clarity. When he says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for that to take place, Iran cannot enrich uranium. It's as simple as that. He gave them the chance to do it through negotiations. They strung him along. You don't string along Donald Trump. 伊朗副外交部长哈蒂博扎德伫咧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访问时阵，否认伊朗正伫咧发展核子武器。对于川普一直讲，若是伊朗当初接受核子协议，这场战争本来是当避免的。伊批评川普拢无伫咧插以色列的军事半浪，伊朗本来是愿意谈判，是以色列用轰炸破坏一切。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以色列和伊朗即马战火无停歇，外界是烦恼讲伊朗若是去封锁贸易航道、荷姆兹海峡，安尼敢会造成能源危机，敢会影响到咱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政府一直拢有在关心油价、物价敢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嘛讲总统府已经有召开国安会议来讨论各种应变计划。 以色列甲伊朗冲突情势继续升悬。皮普国家报道，美国高层官员当日为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计划1礼拜内真正控制伊朗，解决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外界烦恼，伊朗若封锁关键贸易航道，荷姆兹海峡敢是可能造成能源危机，冲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透露，总统府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拟定相关因应措施。油价跟物价可能受到战争的影响。 那政府都有密切的关注。昨天的国安的这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呢，也针对这个做出各种应变的计划。政府紧盯国际情势，各个部会必须要共同提高警觉，必要的话要适时的采取各项措施。总统府表示，罗总统已经指示国安甲行政部门加强戒备，严备应变处理。会请行政院继续观察国际原物料、能源油价、民生物品等相关物价维持稳定，确保物资供应袂欠。也强调甲各方朋友继续保持高度紧密联系，请民众放心。林佳龙指出，咱国驻以色列代表处甲代表官舍虽然也受战火影响，淡薄受损，也毋过继续运作，也暂时无正式退侨计划，也毋过已经陆续协助有需要的台湾人离开以色列甲伊朗。目前统计，有274人伫以色列，6个人伫伊朗。 已经离开几位？20位。伊朗那边原先我们掌握的是9位，那现在有3位，他们已经从陆路到土耳其去了。那最近呢，还会有3位可能会往北边，我们每天都有联系。可以联系上吗？对，而且主任他自己对于其他还没有离开的一些撤离路线，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也毋过传出有伫伊朗的台湾人寻求中国大使馆协助撤离，林佳龙澄清，咱国民众拢有甲兼合伊朗的驻杜拜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是学生，那有同学的关系，是因为这个伊朗政府他们有提供车辆，所以他们
彼此因为熟识所以就一并的搭乘。另外，对于美国国务院定义暂停国际学生签证申请，影响到真侪去美国留学台湾学生。林佳龙表示，外交部得到 AIT 上新回复，美国的中科学生签证面试受理，短期内就会公布新的流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2019年台中市的环保局因为要求台中火力发电厂减碳，针对减碳这个问题，嘛有罚中火1800万。但是这个裁罚呢是互中央的环境部认为违法，所以尾会甲撤销。台中市的环保局不服，去提起行政诉讼。台北高等法院伫昨昏是判台中市的环保局胜诉，因为环境部是表示尊重，强调会阁上诉。一张检验许可证所领出来的代志，中央环境部加地方的台中市环保局，为着中火裁罚已经完几落年啊。环境部109年撤销环保局对中火所开的1800万罚单，环保局不服去法院告，高等法院第19认为环境部撤销处分无适格，应该报行政院执行，判台中市环保局胜诉。是我108年底，也是因为中火燃煤机组用煤量超出生煤管制制条例的限制量，而处台电违规罚锾及机组停工处分。因为我们尚未收到法院的判决书，后续我们待收到判决以后，我们会依照判决精神加强对中火的管制。验过台电认为，法院判决的结果是针对环境部撤销处分的程序问题，并无认定台中市政府裁罚合法，将演议是不是上诉，并且讲这件案件也未定见台中电厂23号机依法运转，未影响供电的稳定。环境部是回应2019年台中市政府要求台电减煤，验过所甲2017年许可证内面的开始减煤日改做完成期限，等于是缩短期程，要求台电在2个月内达到无可能的减煤目标。这个若开落去，毋但是违反室内保护原则，也会互空污许可制度混乱。环境部身为台中环保局的顶级机关，应该爱出面阻止。强调，因为案件的行政诉讼也未确定，所以原本的撤销处分也是有效。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外交部长林佳龙昨昏透过面册表示，对7月1日开始，咱台湾人去菲律宾唔免签证。昨昏菲律宾驻台代表处有正式公告，对7月1日开始，摕台湾护照的人去菲律宾观光有14天的免签证。林佳龙嘛发文分享这个好消息，表示这是双方互惠的成果，多谢菲律宾用行动来展现两边的情谊。林佳龙嘛肯定外交部的同事真拍拼，才有这款外交成果。林佳龙讲，去年有超过41万的菲律宾人来咱台湾观光，咱嘛有20万人去菲律宾旅游。双方免签证了后，双方互相行大人数一定会增加。因那屏东的垦丁旅游业者是表示，大学生休热，但是休热头一礼拜垦丁的订房率只有5成，这是20年来上低。学者是分析讲，因为这几年有真侪人拢是去大高雄，才坐车去垦丁佚佗爽爽的就离开，所以建议当地政府爱重视来定规划观光特色，甲游客请转来。日头沙坡吸引游客来遮，屏东垦丁往年休热时各路热门选择，即马已经毋是啊。有当地业者透露，今年休热头一礼拜订房率只有大约5成，是50年来上低。临时出来的会比较多，出游的习惯比较不一样。我们相信暑假的订房还是会提升上来的。根据统计，垦丁以这个月游客总数比去年同期少大约35000人。佮看近10年，垦丁游客为2015年808万人次一路降，2020年到2021年因为疫情，一日降到只剩201万。后手淡薄回温，也毋过去年受出口调整影响，佮落降，比去年少48万人次。那个海水太脏了，他们自己弄水上活动的人都在那边吃槟榔啊，吐槟榔汁在里面。去那边买个随便捡个卤味，400多块、500多块，超贵。民众拢有因的考量，煞无愿意去。反过来看小琉球，疫情了后，游客人数继续提升，比2023年起，甚至连2年超过110万人次。为此，垦丁管旅业者也无愿意安尼落去社会赢回人潮。大家有看到换阳伞那一些的，就我们想要把海滩变得可以媲美国外，持续的在做一些海滩上的改善，然后跟一些行销上的曝光。游客并没有大幅
它采取一日游的形态，很多它会停留在高雄，然后透过交通再到垦丁，这个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便利的交通改变旅游形态，学者建议官府甲业者规划在地旅游顶，无过局限水上活动，互垦丁甲同类型景点出现差别化。同时也爱思考安怎刺激消费，吸引游客回流来稳定当地观光。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同款真翕热，气象署有发布高温资讯，新北、彰化、高雄、屏东高温有机会达到38度。咱来看分图。日头赤炎炎，天气真烧热。昨昏伫屏东的山地门，高温是37.7度。因若今仔日各地头高温嘛有32度至35度。气象署有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灯号，伫新北、彰化、甲高雄、屏东拢是到柑仔色的灯号，高温有机会升悬到38度。其他的县市7个县市是黄色的灯号，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今仔日透东南风，所以伫这方面的台东甲恒春半岛有机会会落38雨。伫金门水气有较高，所以雨有可能会落到下晡才会较停歇。因若咱台湾本岛因为热对流的关系，过头了后嘛，到有西北雨，伫山区雨会较明显。亲像伫苗栗泰安的唱片村，就因为落西北雨。雨落甲真大，尾也全放山落石头下，甲车路拢规个塌掉咧。嘛有车路因为地基放弃，全甲溪流塌掉咧。当地人即马是较烦恼，会出现放山雨。地基大面积冲蚀，路面甲土瓦规个冲雷坎卡。苗栗县泰安乡橡片村永安部落的中支线路，因为18强降雨造成道路中断，山顶的住户无法度转厝，农作物嘛无法度运落山，溪仔水搁好塌甲亲像放山雨。我们怎么办？就只能借住别人的家里了。哎呀，这个路断了，就对。对，全部摊方倒下去了，横着摆在南市区那边。应该你目前现在眼睛看得到的话，就已经有积一点水了哈。等一下做大水的时候，变成堰塞湖。落大水雨，搁掺冰泡，也搁有土石流。泰安乡18个大水雨造成灾情，中乡道路搁出现大石挡路，无法度通行。乡公所表示，19早起已经先抢修通车。中支线路会另外开新路，搁加台中农村水保分署研究建地亚溪。我们现在的隐忧是在这2个区块。所以村长就没有离开部落村里面跟部落在一坐镇。另外，苗栗三湾乡出名的观光景点水漾森林，18暗时因为溪水涨悬，鹿野区钓鱼的51岁姓陈查某人掉伫沙坡，消防队急步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先以无人机勘察地形，找寻适当救援位置，之后利用抛绳枪交付救生衣。以钟摆式救援顺利将待救者救出。因为水正窜流，消防人员用手啊救援，经过3点钟，才把姓陈的查某人平安救上岸，结束惊吓的场面。记者综合报道。含乡亲同齐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为着打击毒品，要打击合成类的鸦片这款药物，这个议题这是中国和美国经贸谈判的重点之一。因为中国伫昨昏就宣布，要甲比芬坦尼毒死10倍，比莫非毒100倍的毒品尼氰类的这款物质纳入管制，嘛要来加强管控，禁止蓝山使用。中国扩大的毒品的管制，外界拢认为讲伊是在回应美国的要求。继续来看《联合报》，交通部伫昨昏公告，汽车的驾驶无让过路人，造成过路人重伤，罚金即马要对18000提悬到36000，而且呢无得参详，一届就是罚到上悬36000。新规定按算6月30开始实施。继续关心《自由时报》，会含明年要实施长照3点控。卫福部伫昨昏有公告修正案，包括要扩大交通接送的范围，嘛要调悬营养照护的给付。另外，阁要增加日照中心，嘛有新增加少年失智、少年脑中风这照护对象。有讲呢，大约会当增加73万人符合资格来使用国家的长照服务。因
来立法院伫去年年底时阵就已经通过就业服务法的修正案，要开放80岁以上的时段，也是70岁至79岁，着癌症第2期以上的时段，唔免巴士量表，就会当去请外籍看护。劳动部表示，上近7月底要开始实施啊，会先做分流，要互重症的个案会当先请有这外籍看护。也毋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总共安尼分流，颠倒是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会去上空上芳，去摕重症的证明，到时添头的也是时段。台湾长照的需求是愈来愈多，立法院伫咧去年3读通过就业服务法草案，其中第46条修正案，若是要请外籍家庭看护工，开放80岁以上的时段，也是70岁至79岁癌症2期以上者，毋免医疗机构巴士量表评估就通请。18劳动部表示，拍算上紧是7月底实行，未来几月重症和一般案件分流，拍算互重症的个案优先。这个配套所需要的流程、系统、人力，也包括法制作业，目前也在筹备之中。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是预定在7月底前，希望能够把相关的配套做到一个段落。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无需要轻重症分流，因认为安尼颠倒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愈会上空旁去摕到重症的证明，时到忝的要是时段。兵团嘛烦恼外籍看护甲重症当作跳板，时到搁找理由专去照顾轻症。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移工的这个照护履历，他当然可以转换雇主，可是你要如实的载明他今天转换雇主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有劳团是认为无应该甲请看护的责任拢放互家庭，若无劳主长对定会伫家户内底互人暗藏起来，亲像限制看护自由，也是将监视器侵犯隐私等等。劳团认为应当由长照机构去请外籍看护来进行训练，才派到家户做工课，安尼嘛有人通轮替，管理爱透明，才通避免长照悲剧。有一个机构咧做雇主，然后这个劳工若发生啥物代志，真济会当通知这个机构的，这是督导嘛好啊，也是啥物协助人员嘛好，所以这个部分会当就去较好势处理。劳团表示，台湾的长照需求会愈来愈重，外籍看护嘛需要伫咧健康的劳动环境当中，才通互受照顾的时段得到较好的照护品质。劳团呼吁劳动部伫咧规划配套的时，就要重视这点。记者卢尚珠、郑春友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关心美国田纳西州禁止未成年去做变性的医疗，也若保守派占多数的最高法院是表决支持这条法律，这嘛互下性别者批评是大退步。性别肯定医疗讲的是对下性别者提供荷尔蒙也是手术，帮助因对原生的性别转化做因家己希望互认可的性别的照护。美国最高法院18是以6比3通过支持田纳西州禁止未成年者接受性别肯定医疗的法律。不过，这个通过等于是替其他州的禁令嘛来开保护线，互下性别族群是感觉有够失望的。Almost certainly will mean that similar laws in 26 other states will survive legal challenges, and it could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other efforts to roll back transgender rights to survive their court challenges. 这案是3个田纳西州的下性别青少年和厝内人和医师提起，指控讲禁令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最高法院的表决嘛反映出保守派的绝对优势。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代表保守派多数来发文指出讲，田纳西州的禁令无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主要的考虑是年会和医疗用途。3个自由派大法官认为讲，这是以性别分类人民，因对结果是爱听为限。I am myself trans, and I a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efforts to erase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public life. I think the court decision today was just one of many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that are part of a larger effort to deny our rights. 川普的政策是大量限制下性别的权益，包括把下性别者对军队踢出去，把性别定义做男性和女性2种，嘛拍算用行政命令禁止联邦政府的资金用在未成年的性别肯定医疗，以心理咨询来代替。虽然一寡州并无禁止这项医疗，而且用州法来保护，但是即马若是无联邦资金，就算想要做嘛是真歹做。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
南韩的总统即马换李在明，即马伊是决定要甲总统府搁搬转去青瓦台，所以呢，对8月份开始青瓦台就无要较开放啊。等刷好势了后，才要搁继续开放予民众参观。所以呢，伫即阵就真侪人把握时间排队要去看青瓦台。亲像5月份参观人数就有42万人。时间一到，大批排队民众陆续行入青瓦台独顶的大门，为大草皮甲巴市总统办公室的建筑物头前，4月拢是安尼人挤的场面。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高丽王朝，以南北韩边界北方的开城是首都。即摆首尔是叫做南京，高伫青瓦台所在位置建造形象。朝鲜王朝互日本独立扳倒了后，这个所在封改建做日本总督府，叫做检武台。战后第4任韩国总统文朴煮任内改名做即摆的青瓦台。1990年代先后担任总统的卢泰愚、金泳三任内改建，也是拆除原本的总统办公室甲官舍，成做即摆的模样。 청와대랑 상징적인 것도 있고 푸른 창자에 기어와자의 그 뜻도 좋잖아요. 그리고 이게 터도 좋은 것 같고 여기 대통령님 여기 들어오셨으면 좋겠고 진짜 상징적인 것 같아요. 제가 봤을 때는. 以前青瓦台就有开放民众伫起内底参观的行程，也毋过只限伫接待室到办公室外的道路，最后到接待外国元首的迎宾馆。文习馆当选总统了后，刷到龙山区国防部办公。青瓦台正做开放参观的公园，包括捌接待北韩高官的会客室，拢会当入去内底看详细。也毋过随着文习馆落台。 李在明就任，宣布将搬回青瓦台执行总统职务，开放参观的范围一定会大大缩减。 오늘이 아니면 이제 방문이 어렵다고 해서 이제 아이들 데리고 교육적으로 한번 보고 싶어서 같이 방문하게 되었거든요. 선거가 끝나고 이제 이 대통령님이 확실하게 여기 들어오신다고 하니까 아 이번에 이런 기회를 못 잡으면 다시는 여기를 볼 수 없겠다. 虽然韩国朝野对移转政治中心、解决首尔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拢有共识，也毋过2004年首都移转计划互宪法法庭裁定违宪，所以除非未来修改宪法，若无短期内韩国的总统一定继续留伫青瓦台办公。公司新闻其他人朋友。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 国际能源总署是表示，因为以色列继续在对伊朗发动攻击，目前是无法度掌握伊朗核弹的高浓缩铀是放伫倒位。另外，以色列国防部长是已经放调讲未放过伊朗的领袖哈米尼，也让以色列总理嘛讲无排除要执行斩首行动。继续关心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嘛，影响甲伊朗关系正歹，中国和罗西亚的总统普丁就表示讲，伊愿意做中人来调解这场战争，也毋过互美国总统川拒绝，川是爱伊先去解决伊去拍乌克兰这场战争。来看甲根据《纽约时报》报道，中国海客团体伫罗西亚拍乌克兰这段期间，有侵入罗西亚企业甲政府机构去收集机密资料。 包括咱台湾的资源业者在内，这专家拢认为讲，海客团体即摆目标拢是以政治、军事也有经济做焦点。因为中国是算要学罗西亚战争的经验，来面对后摆有可能若是有冲突，先做准备。 因若中国即马想空想芳，伫透底渗透咱台湾的政府单位，嘛，互行政院已经决定修法，要加强咱国安的调查。第一批的对象已经锁定行政院5位大官办公室的职员。行政院嘛证实讲，16已经发公文要求各部会爱启动调查，嘛爱甲名单送去法务部的调查局办理。 总统府外交部连续发生强烈渗透，俄罗斯诈骗机制是一大主因，所以行政院无破网，修法加强国安调查，增加诈骗兵注内容，策略正式实施。第一波对象锁定行政院长、副院长、秘书长2位副秘书长、行政院5长的办公室职员。另外，也伫16要求各部会启动调查。根据调查局统计，诈骗范围为1328，职务增加1008人。 行政院呢已经函请各部会在6月16号的时候启动特殊查核，查核的资料都是需要保密的。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各自的部分，因此我们不会就结果对外做说明。但是如果会有重大违法状况的话，会再来依法办理。中共渗透威胁，什么所在拢有。这摆修法也将诈骗相关的动机人甲因的爸母拢纳入调查范围。
所以是更加深、加宽、加严，也加密了。这个扩大查的办法，我们绝对全力来支持。那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我也扩大的针对特查办法，也应当扩大对于立法院的查。也毋过在野无认同，向国安会秘书长高兆石发声，赶紧出面说明，若无法度互人民信号政府风碟渗透，必须做半途。因为吴钊燮就用了共谍嘛，那如果政府连吴钊燮这么高的官，都没有先请他去问，如果政府不做这一步，我就怀疑政府真的想要扫除共谍的决心。你又是目前是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你不止不给真相，连立法院要你来专案报告把事情讲清楚，你到现在也不来。中共也积极渗透国军大将张顺和做强谍，吸收空军官校处长张明德，加空军第3联队前科长叶冠基，台中高分院依法起诉张明德求处11年，张顺和12年。另外，陆军退役中将高安国也涉入受中共资助900华盘，想要伫台湾增建武装组织，切过颠覆政府，答应伫强军公台做内容。防疫国安法定罪起诉是史上涉强谍退役上高重量。台湾高等法院19头一摆审理，因为涉及国安机密，用无公开审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继续关心金门和厦门之间的海峡有70多公顷无经过金门县政府核准的蚵仔坪，外界是烦恼讲中国渔船来遮收蚵仔，等于是爬过界，甚至呢安尼就会造成咱国安的空芳。金门县政府是认为讲会当互中国渔民家己来个遮的蚵仔坪拆掉，也毋过行政院已经强调，绝对袂开放互中国渔民击败咱的水域，这违法的蚵仔坪，台湾的政府会处理。来挥舞杆子。面对巨检，海巡是强势定准来查处。金门海巡队伫2月14查到金门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越界来饲蚵仔，其中金厦海峡之间超过70公顷无经过政府核准的蚵仔坪，卡出中国渔船越界采收，恐惊变作国安破空。这是今嘛非法的蚵仔坪爱安怎听？金门县政府建议采取2005年的处理模式，针对犯渔民入来咱的海峡，甲违法的蚵仔坪拆掉，家己炸转去。但行政院强调会互咱国政府处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要采取说请他们过来拆完拿回去。那海巡呢，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执行的机关，如果说有违法的，应该驱离的，应该要处理的，他就会做这样处理。执行的方式和负责执行的机关到底是谁，还在这个研究当中哈，因为它牵涉到你要用船，然后要有足够的人力跟足够的工具，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中国利用船只做不实侵扰，毋但是常态嘛，互海巡列作是执勤的重点。根据海巡署的资料显示，讲金门县政府核准的蚵仔养殖区干那4公顷，其他范围的拢是违法去设的。行政院表示，讲合法的部分应该要保护，但嘛禁止合法暗砍非法。合法养殖的这个部分，去年农业部已经有跟连江县政府一起合作，那总共有22户，9户已经有可以追踪追溯。我们今年也在跟那个金门县政府一起来合作，那来辅导养殖渔民。他要能够落实放养量的这个申报。除了落实蚵仔坪的源头管理和登记，最近一寡业者已经对埔里岛渐渐改用麻电铺坪的方式来饲蚵仔。现阶段若是要把违法的蚵仔坪拢拆掉，总重量会超过900吨，运送的成本恐惊都是一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家己做的畅水南海鲲号，伫17日时进行海试，不过畅水南的外观有扑起来毛耐落去，就有人即马在讲这是测试了后变形啊。大船公司是驳回讲，扑起来所在是成立设备的所在，毋是变形。有立委嘛讲，这款乌白板风声讲畅水南变形是中国的政治作战。头一只国造江南海鲲号17第一届出港进行海上测试，不过详细看，船身有几个所在看起来是扑起来，四周围的船壳也有无平情形。海鲲号互人质疑是因为出海测试，致使船身变形。要诋毁潜舰国造，也可以胡说八道。那3个形状不一样的地方，它叫做声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一些都是这个潜舰上面本来就应该要有的配备。那
那有一些它可能有不平整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拍摄的角度，或者是所谓先前所说过的数码效应。因为相关消息伫中国的网络平台传甲真歹听，王定宇质疑可能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一项。台船是发声明讲，海军号岛边船身船壳破起来所在是被动切具声纳，因为船高精度电子声纳元件破起来，毋是船体变形。声纳就若亲像尖水艇伫水中的目睭，会当分做主动甲被动。被动声纳未主动发出声波。敢若接受环境的声音信号来判断甲识别目标，优点是更较好藏，啊，毋过测量的准度相对较低。潜水艦大部分是两项搭配使用。在水底下航行呢，如果有突出的时候呢，水流速度会影响到。那其实水流经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噪音。水底下是一个听音世界啦。那我们必须说，期待海鲲号在下次在测试或是第二操试作舰的时候呢，能把这个缺点改善。专家认为，即马看到破起来所在，可能是因为设备临时安装，而且潜水艦本来就会装几落的测扫声纳。虽然澳大利亚海军的柯林斯级潜水艦也有类似破起来的整流大，不过现代潜水艦大部分会互船壳更较平、更较骨溜。认为海鲲号也是后续的量产，应该都会有更较平骨的外观设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台北市长蒋万安伫昨暗带团去法国访问，伊去参加巴黎协议签订10周年所举办的全球城市峰会，伊按算2个会返来台湾。伫出发进前接受媒体访问，伊希望透过这个重要的国际场合来行销台北。今年是巴黎协定签署10周年的时刻，台北市非常荣幸能够在这特殊的时刻，能够受邀参与这场城市峰会，也非常高兴是唯一受邀并且参与的亚洲城市，在现场也会分享台北市这段期间我们在环境治理、近零碳排、绿色运输等相关的具体成果。所以除了参加城市峰会以外，我们当然也会到巴黎好好的进行相关的市政参访以及考察，同时也会拜会一些国际友人。台北市长蒋万安访问法国的行程即马公开啊，伊除了会去参加城市峰会以外，嘛会由巴黎副市长陪同去参加法国的音乐节，嘛会去参访市政单位，拜会法国的参议院。伊强调，伊会把握机会来行销台北。针对无法度参加国民党伫6月21日反罢免造势，蒋万安是表示，伊这个行程早就已经安排好势。全台湾立委罢免案要进入第3阶段的投票，中选会第18就表示讲，内底有5个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有含请罢免的领衔人来补件，其中立委杨庆英差上济，阁欠3000分；也若新北市立委罗明才是差564分。另外，立委林书明是这期连署案内底第1阶段提议人和第2阶段连署人重复。也若中选会是强调补提是法律规定的。这选务机关拢是依法办理。检方侦办专台罢免无实在连署案伫台南台北了后，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聪等12人19确定去予宜兰地检署起诉。检方表示，罢免立委陈俊宇的连署书总伪造份数超过5000份，党部阁予抄写名册当工1000至1500的报酬是集体记住。林姓等12人均涉犯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之行使伪造私文书罪嫌。因为我爸爸是医务署的主委，他们尊重主委，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听命于主委，他们都是领党中央的薪水。林明聪的议员后生林雅贤替爸爸发冤枉，这个检调是政治性办案。根据中选会18个公告，5个哪位罢免案2阶段连署爱补件，包括台中县宽刑江启臣、杨庆英、新德县的林书明，也甲差564人的新北罗明才。罗明才办公室表示尊重公民的权利，相信向亲看到地方的进步，会投无同意票。最近我们的志工会更加密集的来出现在街头上跟民众做沟通，补件的这个数字，那我们目前手中的数量是足够的。罢团表示对补件有信心，按过嘛呼吁第1阶段签过提议的民众，避免第2阶段定候连署。对这代志，哪位林书明这个罢团也拄恶名用第1阶段提议名册来导致通过第2阶段，是使用诈术的行为。中选会所提供补考机会已经构成渎职。跟中选会来呼吁这些重复联署剔除以后，未达到2阶的门槛，你就应该要宣告
这个2阶的罢免案不成立。我不知道林思明委员，你们国民党95%伪造的这个比例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们？所谓的灌水，你说1阶不得重复为2阶，这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事情吗？中选会强调，保健时法律明文规定，选务机关依法办理，并无错误。林思明呼吁检调应该随经办罢团是不是有涉嫌伪造文书，也搁用假告知等不法人事事项。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去年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内底有讲爱说新住民发展史，严格甲打拢也袂说。即马这若被立委是呼吁政府唔通搁拖，也毋过呢，民进党的立委认为有一个问题爱先解决，这就是新住民基本法内底敢有包括中国？中国的新住民到底是用倒一款法律？民进党的立委认为这就爱先讨论好清楚。从去年7月18号。说要成立筹备处，到现在已经6月了，还没有成立筹备处。去年立法院三读通过新住民基本法，不过到今也未成立新住民发展署，这互在野党的立委感觉无法度接受，要求中央赶紧成立新住民发展署。想请教我们新住民发展署的地点，台北跟新北我们都有在考虑几个点，所以还没有完全确定，都还没确定。国民党立委是希望政府爱提出明确的规划，设立地点、预算和人员，拢爱赶紧安排，莫搁拖。也那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要设进前，政府应该爱先分析清楚，中国的新住民未来是要交予新住民发展署，用新住民基本法来做处理，也是继续用陆委会两岸关系条例。中国的新住民来到台湾了，有新住民身份，唔免找这个事啊。拢嘛是搁找恁陆委会交这个海基会对吧？都是一起合作的、啊。恁讨论过无？我召开小组的部分也有请陆委会来给我们一些意见。还有分工了没？我们还在讨论。拜四伫立法院司法法制委员会针对新住民发展署组织法草案进行讨论。新住民基本法伫咧去年就已经通过啊。未来当时要设立新住民发展署，要安怎照顾新住民，也搁咧安排讨论。针对在野党批评内政部慢吞吞，内政部表示已经开过这届会期，会赶紧安排，赶紧提出具体规划，互外界有一个交代。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前几日有民众伫高雄买一粒代替的便当，便当开开内底看到胶纸，结果呢拜三暗有民众伫板桥买代替的便当，鱼丸加一喙了后，发现内底乃有塑胶锁啊！代替的便当即马食安伫透出问题，是引起讨论。代替表示，经过调查，这鱼丸是台南的鱼丸厂商做的，因为无顾品质，所以即马已经暂停和伊合作。胶纸规只好好出现伫咧便当盒仔内底，这是高铁左营站的代替便当，互民众感觉真罕古，代志才发生无偌久，即马换板桥的代替便当也出题，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即粒鱼丸啊安怎加都加袂长，详细看才发现讲，竟然出现塑胶锁啊，互民众看了心惊惊。大概半年内都不敢吃了吧？不想买，吃之前会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短期内出现第2次的话，就要多注意。对此，代替是回应便当内面的香菇沙肉鱼丸有塑胶锁啊，是供应商的问题。目前已经停用库存的货，也会向厂商来求偿。虽然讲有出错，不过支持代替便当的民众也是真多，有人替代替便当加油。对台铁有信心，我相信台铁会马上改进。还好吧，因为偶尔可能也会跑进去小虫子。新北市卫生局也派人去了解，查出来有问题的便当，虽然是伫咧新北市咧卖，不过做便当的厂商是伫咧台北市，也那鱼丸的供应商是来自台南。目前已经请台南的卫生局去现场做稽查。该便当的制造商位于台北市，那贡丸的来源为台南市的厂商，将移请制造商所辖卫生局后续查办。代替便当一直拢是真侪人介意的便当，去年伫2024年一年就8亿6300万的营收，平均每个月卖出来75万粒的便当，如今食安问题一再出包，恐惊也会加减影响到民众对伊的信心。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民主前辈王定元1919年出世，是台湾威权统治时期，伊是积极参加民主运动，是台湾党外运动推广甲地方文化的代表。今年是伊白逝40冬，伊的查某囝为伊举办一场纪念活动，邀请不同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的民主运动甲地方创新的发展。
这本红K少年兄写的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积极参与中华民主运动的黄丁彦，一生为着自由民主走从奉献的故事。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伊的查某囝王敬玲教授特别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无同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中华运动参地方创新的关系。发现到咱这中华运动的前辈，其实因拢足关心咱在地文化的创新。这物件对爸爸伊去参与着，譬如讲宫庙内底，伊去担任这个庙的主委、庙的总理，要对这个咱庙的内底，真正信徒斗阵，去互因发现着讲咱在地文化其实真重要。这场讲座计共邀请5位来宾，有中华运动的大前辈周清玉女士，除了分享台湾民主路的历史，嘛为台湾的语言平权来讨论自由平等。另外，还有学生代表为新世代角度来看台湾文化保存。语言其实只是上基本个结构上无受到重视，像咱其实空气足要紧的，但是都无感觉伊重要的，都无去你才知苦啦。所以即话会使讲对遮伫咧努力。甲阮中华文化透过贴文，还佫有活动，这两个方式甲伊传出去。我们就是想讲，即马学生拢较袂晓讲台语啊，要伫咧8月30日的时阵，要伫咧中华的孔庙办咱台语的绘本日。主办单位表示，台湾民主运动其实和文化运动拢是相牵连的，希望透过地方人物的故事，让大众了解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嘛要鼓励大家站出来，用家己的方式关心台湾的在地文化。记者杨淑清综合报道。漂白水呢，唔但会当摕来消毒，嘛会当用来治疗皮肤炎。这是高雄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就摕药水布，亲像面膜同款，甲漂白水打伫患者的皮肤顶悬，配合药来控制皮肤炎。患者是表示，会上的镜头真正有改善。将市面上有得卖漂白水摕来甲滚过水，用1比1000的比例落去头，落尾用下重装伫咧药水布顶悬，然后就固定有湿疹的所在。这是高医皮肤部全国首创的漂白水疗法。这位患者自细汉就因为异位性皮肤炎感觉真困扰，见摆镜头若夹起来，若上甲袂食袂困哩，过绕甲流血流滴，真正食药啊控制效果有限。自从配合这款新疗法了后，伊的镜头已经改善8成。是有在吃那个抗组织胺的药物，在控制这个。就是过敏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还是会痒啊。后来听了王医师的建议，就是还是有，就是尝试用的他说的那个湿敷疗法，会感觉说，就好像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容易频繁的那么抓这样。异位性皮肤炎有将近8成的患者伫5岁进前会发作，受到遗传基因、体质甲环境等等的影响，真歹根治。以早拢是食药啊注射控制，不过对重度患者来讲，效果会愈来愈歹。高医表示，经过因这几年的试验，发现将漂白水透布了后，用像打面膜的方式，甲固定起浸膜的所在，会当互皮肤顶悬的细菌达到平衡的状况，降低皮肤发炎的情形。用市售的漂白水稀释1比1000的比例，然后把它适当的加在上面，然后以不要滴下去为原则，适当的湿润之后，再把原来留下来那一半给它反折回来，让它外面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就完成了。然后只要等2个小时，这个干了，这整个袖套就可以脱下来。高医表示，这种漂白水疗法简单，需要的材料嘛免开伤济钱，患者家己点厝就会当做。不过院方也强调，爱宣布掺其他物件，纯度大约是5%的漂白水，而且边的部分嘛爱避开，才袂无细致去用到目睭。记者柯家主招用高永昌报道。镜头来家己中正大学甲三乡社区发展协会连续2冬都举办弄山野活动。不过呢，今年因为受天气的影响，山野生了较歹，所以这届的山野节就甲改做小改三乡村山野的发展历史。那不知道各位广告除了小改在地较早进山野的历史，嘉义县民雄的三乡社区甲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的计划团队设立文化历史的扛棒来小改庄内的山野。国家在地青年商会合作，调查庄内山野生长状况。来遮参与啊，互遮老人回想到讲较早爱弄山野的趣味安尼。山野要种到100担是非常的困难，啊，毋过咱遮竟然有218丛，甚至我搁咧酿的过程当中，有会友大家种欢喜的讲，有酿到一丛超过300公分的，迄个hình坎啊，山野的hình坎啊，有超过300公分的。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计划团队表示。中正大学的设立甲道路开发，捌影响到学校附近原本的山野树，
透过在地民众甲大学师生的守护，才保存着这生态资产。康邦的设立唔若记录这个过程，嘛是大学甲社区共荣的成果。互咱的这历史甲文化会当保存落来，所以对我来讲，伊是上重要，就是变做是文化保育、环境保育甲历史永存的一个循环。三兴社区表示，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无法度举办人宣影的活动。中正大学也是甲社区中袂用无共的方式来庆祝，希望透过活动，互民众甲学生知影，这个宣影唔若单单是实物，嘛是传承地方历史甲感情见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南古城东门段墙壁是固定古迹，也毋过因为拢无人伫维护，所以就囥会遐爬远。文书界专家建议市府毋通安尼，就爱维护。文化局是回应讲，已经有伫争取经费。蚵仔花汤接三合图参砖仔，就是城壁上原始的材料。详细看，通看到一寡历史的痕迹。这个固定古迹就是台南市东门路一段56巷参公花街12路口。古早时城外要入城门内，一定爱行这条，所以佮红号做牛车路。连街边的这个城壁，即阵煞荒废，有明代质疑文化局敢敢啊城门才值得维护，城壁就佮囥互趴荒，甚至民众无虾米感受。这本来有两户人家，弄足老旧的那古早厝啊，到最后大家搬走，大家拢搬走就对了，搬走就拆掉，就没有出，就一块地这样子。其实地方文书团体参平台一直努力反映，只要通改善。经过了解，这个城壁本值250公尺，不过因为当时要实施市区改建计划建设，就得因为破坏，佮加上雨水等原因，即阵周围敢若剩2段通看到。到阵日邻家厝拆掉，才佮重现全貌。文化局表示，这地是国有财产署南区分署所有，嘛有申请经费，按算到时会佮重新整顿。所以建筑吼会愈来愈侪，所以对这种咱讲历史的遗迹，加减会产生这破坏，经济发展、城市的种发展，甲咱这个文书的迄种发展，取得一个平衡，这是咱目前咱政府上重要的工作。其实也在进行整体的城墙遗址的一个规划设计。那期待就是在9月份的时候呢，可透过一个识别系统的一个方式。这个城壁虽然看起来无显白，不过文书工作者讲，城壁唔那是一个地理标志，佮甲是城内外界定的基准。上介重要是同时佮有安全保护，因认为通好好保存，互后代认捌在地历史。文化局嘛讲会赶紧来修复整理周边的环境。记者台南采访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屏东大学艺文中心即马当地展示微型艺术创作，展现1970年代眷村的模样。作者也是透过伊脑中的记忆，用双手捏出来古早时。还有当时送瓦斯的一些情况，那个机车不是很干净，它是很脏的。巴士的乌多摆，红色的大门，甲门口插的国旗，壁边种刺仔花。看到这个物件，敢有亲像细汉的时阵，参厝边的朋友做伙佚佗的场面，充满回忆。另外一边细型的灶骹内底，有香菜火鼎甲菜箸仔，这拢是视觉艺术生叶大明的毕业作品。伊甲英国细汉时阵眷村的生活情况，经由微型的创作表现出来。透过一些怀旧跟记忆的场景，然后让我脑袋里面所在有的这个传统。台湾的古早味记忆啊，能够经由袖珍艺术，然后展现出来。叶大明表示，这摆微型的作品有11件，要把1970年代的记忆打造出来，确实是足大的挑战。有的物件无法度用手工做，就要使用3D 的技术甲印出来。亲像报纸档咧卖红仔册，伊拢做甲一模一样，佫会使显国旗爱用铜片，才有办法表现出互风吹的情况。哇！你们去看每个刀叉。怎么会细腻成这个程度？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家很赞叹，因为现在这种厨房大概，我觉得很有味道，很有古早味的那种氛围。这样。叶大明讲，创作对伊来讲是一种自我修复的过程。艺术毋但是呈现过去，更爱思考历史的意义。伊希望民众会使对这个作品感受到无同时代的感情甲文化的连结。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因为英国无赖大，拢爱用番仔花。番仔花嘛会当看出来时代的演变。高雄历史博物馆即马就含收藏家林玉如展出400盒番仔花，对番仔花盒仔会当看到高雄经济文化的转变。
电视橱窗内底放满欢乐花，有的造型特殊，一看就知影是火锅店；有的是印高雄的景点甲店名，互人一看就知影这是高雄来的。高雄历史博物馆讲，台湾伫清朝都捌出现欢乐花，大约到民国50年代是欢乐花产业上盛行的时阵。那家家户户拢会用到欢乐花阿爸，也成做各行各业上好的广告物。很多餐厅啊，各地方哈，就是每一家商店它都会有一个火柴盒，就客人来了都给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打火机，所以才会有这些。以各行各业的必需品啊，这必需品除了生活之外，的是用来做各种这种交际应酬各方面啊推广行销的一种媒介。有餐厅、旅馆、有饭店、银行、酒家，展场内面大约有400阿伯欢乐花，全部拢是来自林玉如的意外收藏。林玉如讲，伊直咧收集老高雄的物件，研究高雄的演变。要证实一个所在过去是餐厅也是戏院，这个欢乐花是上好的辅助资料。这摆展览是用行业去分，若是换用行政区来看，佫会当看到高雄的经济文化演变。你嘛会发现规个高雄市的变化，有盐埕埔、蛤蟆心，安尼直直过爱河，甲这边林雅区啊、前镇啊，遮的变化，火柴愈来愈少，表示讲这边开始开发的时阵，就无咧印这个物件。嘛代表迄个时代已经没落啊。欢乐花阿爸顶悬的店家，有的已经消失，有的甲当也搁伫高雄咧经营。透过这个阿爸将过去甲现在连做伙，也互人看到老高雄的繁华年代。记者郭家祖、柯朝阳高雄场报道。韩国有一间美戏团，要有100年的历史。不过呢，即马来看表演人是哪来哪少，经营真困难。严格业者也是继续喙齿紧加咧经营落去，因为伊想要把这项艺术传承落去。台顶演出高难度特技，表演者一边打滚轮，一边等接手中的管仔。这是南韩的东村马戏团，为1925年创立到今，已经行过1世纪，是全韩国历史上悠久的马戏团。80岁团长朴世桓是资深的表演者，一开始担任主持人，后来也会唱歌、参演短剧。多年前，马戏团因为设备和风台破坏严重，准备要卖，伊决定接手事业，一路行到即马。看到这间老牌马戏团行过风风雨雨，伊心中有真侪感慨。 소회는 뭐 덤덤합니다. 내가 진짜 옛날 막 고생했던 생각나고 아 참 나도 저 큰일을 했구나. 그런데 또 더 무겁다. 동춘이 여기서 멈추면은 우리나라 서커스라는 그 기회 공연 장르 하나 없어지잖아요. 그게 문제라요. 그게 지금 제가 짐이 너무 무거워요. 그래서 伫电视也无普及的年代，马戏表演捌是大家拜六上爱的娱乐活动。伫东村马戏团的全盛时期，全团有200多位表演者甲员工，每一摆表演一定是坐满满。也毋过随电视、电环等娱乐出现，马戏表演的观众严重求水，年龄层也愈来愈大。无条条有真侪表演者向马戏团的薪水伤少，危险伤大，拢转战电视也是电影界，同行拢无咧做啊，只有东村游玩家己眼睛。 한국에서 옛날도 서커스 많이 있었는데 지금 하나밖에 없잖아요. 유일하게 하나밖에 없으니까 제 힘도 붙어가지고 뭐 앞으로 더 100년을 갈 수 있도록 줌 서커스, 줌 작품을 만들어가지고 이 관계에 보여줄 수 있도록 그 희망입니다. 团方表示，未来希望开办马戏学校，培养后一代表演者，和这项精彩的技艺传承落去。公司新闻由派准备用。 疫情过后，加上日票变薄，日本即卖外国观光客是加真济，已经出现过度观光的问题。所以即卖日本就用网价来推广小介一寡较偏乡，也是2线较3线的城市，鼓励外国观光客买当去遐佚佗。 今日路顶悬世界当看到有名的网家的角色的雕像，还有妖怪神社，游客拢较紧摕翕相机出来翕，拄甲鬼太郎和耶稣阿婆，甚至出现和游客挨杀子。 To see all the characters on the street, it's a really cool way to see it and see the manga and his history. Everybody knows about like Tokyo and Kyoto, but I think that these smaller towns have been really cool to visit because you see more about like where people actually live and work and whatnot. 外国游客来遮拢是因为遮真有名，红叫做网家王国的照书馆，除了鬼太郎的街仔路，遮嘛真清。
来到鸟取县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景点哦，就是名侦探柯南作者青山刚昌的故乡。那么来到这里呢，还可以看到像是有故事当中阿笠博士的坐车，吸引非常多的外国游客来朝圣。馆内展示作者手稿真迹和互动体验，附近用故事的模型打造变做商店街，有咖啡厅、卖纪念品的店，载正大的相机来。根据统计，日本放假圣地巡礼游客一年有310万人，会当造成4700亿日票的商机。亲像新来参观湘南的冠拿歌手的边高道、瓜南剧场、板场景、北海道函馆的5连街、新闻小路的舞台、山形馆、银山温泉，拢成一大堆迷众来遮看。双立馆教夫市国投入800万日票，长期馆680万日票的预算，打造圣地巡礼计划。尤其疫情了后，外国游客大增加，引起过度旅游的问题。透过23线城市用网加做焦点，配地方特色的好食物，会当帮助消透过度集中的游客。公司国际记者施树豪日本报道。天气报道再来看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4度，上悬35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4度。外岛26度至32度。感谢乡亲收看，祝亲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